昨伫咧新北中和有一个查甫人驶火车，哪咧食便当，结果伫加落去，人压落去要扣，煞规台火车去弄到咧单红灯的4台轿车，造成4个人受伤。汽机车伫交叉路口等红灯，一只白火车驶我阁无减速，直接对轿车后斗甲浸落去，一台弄一台，头前的4只车拢总受灾殃。这只受害的nguyên色轿车后斗规个变形，车头阁照害去，阁有这只红龙的旅行车，因因挂翘起来，结果车内的人有4个受伤，也是人艰苦。轰隆就嘣一声就大声，直接追撞迄台是最严重，是讲伊的车是拢冒落。有人受伤啊，救护车都把人载走。5只车煞接龙的事故发生在新北市中和中山路2段福祥路口。35岁姓洪的司机，初二早起10点外驶火车要送货，伊甲警方讲，伊迄阵车哪驶，哪咧食鸡腿便当，食到一半拄落落去，赶紧压头要扣除，煞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。穿捡拾东西，殊未注意前方路口红灯，追撞同向前方内侧车道，停等红灯之4辆车辆。大安话统计，新北市去年的交通事故超过38000件。虽然因单800种，不过和这摆同款，有真侪是因为分心驾驶来失事。容易造成分心的驾驶行为，例如开车时吃便当、泡面、捡手机或东张西望等等，都会产生行车安全上的疑虑。食饭、播分、唱歌、耍手机啊，甚至是开讲，拢有可能影响专注力。驶车上路着注心，一心多用真惊心。发生事故是人伤心，大家驶车爱细理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